今日咧，我哋就嚟占一下時事卦，因為近日實在太多朋友就喺度問，到底林作會唔會坐監呢？咁我哋咧就嚟補充一下個背景先。咁林作就同佢嘅一大班合作嘅人呢，就被冠上呢一個詐騙洗黑錢呢個類型嘅刑事罪行啊，就告佢哋啦。咁就係同虛擬貨幣交易有關嘅事。咁依家呢，林作嘅處境就係俾咗一筆錢保釋出嚟，定時就要去差館就去報到啦，同埋沒收咗佢啲旅遊證件，以防佢潛逃啦咁樣嘅。咁我哋咧就嚟瞻一下，到底佢會唔會坐監啦？第一步都係嗰句嘅啦，以勢應為因果，應新勢，理論上結果係正面嘅。然後我哋就要決定一下用邊一個爻去表示林作去定位佢啦。林作嘅社會身份係一名同法律有關嘅人，理論上係應該用白虎同埋用孫爻表示嘅。咁但係喺呢件事上面，佢唔係負責幫人解決問題嘅角色，所以咧就應該用唔到孫爻噶啦。經過各方面考慮咧，我決定就取卯木興。一方面卯木佢係動爻，發動即係有變化；另一方面佢臨白虎，即係法律有關嘅人啦。然後臨軫蛇，象徵佢喺呢件事上面被冠以欺詐同埋呢個洗黑錢呢一類嘅有隱瞞性、欺騙性嘅刑事罪行。當我哋決定咗用卯木表示林作嘅時候呢，點樣睇佢會唔會坐監呢？就要睇佢個墓庫啦。未土為木墓，墓具有收藏性、保護性、鎖氣等等嘅性質。咁所以要睇佢會唔會坐監，就係睇佢墓庫嘅情況係點啦。卯木發動，化子水為身，增強自己嘅水氣。同時間子丑合係一個黑合，屬於無情嘅短期合作關係。佢利用咗丑土去衝擊未土，解放木氣，所以最終咧係唔會坐監嘅。但係佢化咗子水，雖然回身，但係子卯刑，表示佢將會用咗一個自己最唔想用嘅方法，會感到難受、不適，算係一種叫做斷臂求生嘅方法。同時，我哋可以見得到青龍亥符伏咗個空亡嘅官爻，亦即係表示政府部門想採取法律行動，但係冇辦法出手。原本孫爻呢係解決問題嘅角色，可以視為喺呢一件事上面林作嘅代表律師，但係自火竟然衝擊政府部門，嘗試將個官解放出嚟。咁睇嚟呢，呢個孫爻就唔係幫佢自己嘅嘢啦，而係一種資產，係對應翻佢喺呢一件事上面嘅虛擬貨幣系統。如果按照呢一個定位呢，或者應爻生細爻嘅過程，就係透過賠償、充公呢一類嘅方法，放棄資產嚟到去解決事件嘅。呢個卦到最後準唔準呢？就要等12月佢上庭就會知道結果啦。如果啱嘅話呢，就當然好啦；如果錯咗嘅話呢，我又係會 delete 咗條片嘅，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啦。要 back up 嘅話，要笑鳩我呢，就嗱嗱聲啦，依家即刻就去 down 咗條片佢啦。如果唔係就冇得 back up 噶啦。